才出生1天的小牛喝得起劲，连头都舍不得抬。黄素芳1天要有好几回关照他们喝得好不好。其实我们照顾牛就像照顾孩子一样啊，你要多一点用心，然后对它好一点，自然牛奶才会出来。饲养法影响牛的泌乳量，农场里120头牛都得当家人照顾，配种、接生还身兼保姆。黄素芳和丈夫、公婆4人包办，伤脑筋的事不少，包括让牛不挑食。我们让它养成习惯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饲料搅拌机把它先全部混合好，再给它采食。它没得挑，它只能吃这个草。斗志还要懂得情绪安抚，早晚2次的挤乳量得达到与企业的契约，每天总产量900公斤，每头牛平均每天泌乳24公斤，给不给得看它的心情。养牛跟一般其他的动物不太一样，是它很直接的反映在你的泌乳上面。比较不听话的牛啊，你要是打它，等一下它就牛奶，它一紧张它就挤不出来。套用现代思维，打骂教育是行不通的。这一点，18岁就开始养牛的公公很有心得。以前纯手工啊，挤乳也用手啊，现在不是啊，改过了。牧场不止养牛，这里也养兔子、养鸡、养猪，部分是动物防疫所寄养，是信任主人的爱心吧。黄素芳的有心也发挥在鲜奶制品的开发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哎，都好适用哎，会不会很麻烦？会不会？不会啊，这做法很简单啊，动简单走啊。懂简单做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就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得会。其实是严谨控制着品质，一家人用讲究的态度供应最天然的香醇。懂好适用哎，懂简单做。懂好适用哎，懂简单做。